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4月28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咱国内新增加3个本土病例，2例是华航机师的厝内底人，1例是境外个案的接触者。前乌山的走入去闹派出所，警方处罚扩大，正副所长防移送法办，上山分局长防调职。美国疫情等候宣布放零挂嘴暗的规定，若准完整自2档预防射的人出门会使唔免挂嘴暗。先开始，咱赶紧来关心，今日咱国内新增加6例，其中有3例是本土病例，2例是华航机师的厝内底人，1例是境外个案的接触者。咱来听伫头拄仔疫情指挥中心开的记者会，指挥官陈时中上盖新的说明。有3例的本土。COVID-19 的案例1068的弟弟，那现在也确诊。他4月20号有参加这个舞蹈的课程，从下午的1点20到3点30，在应该是平镇区的北区活动中心那完了以后去用餐，那在一个懒得煮客家面食馆的金陵店，然后在晚上再继续在跳舞那在阿曼德这舞场。那4月21号，他早上9点到11点半参加乐龄学习的课程。那下午1点也参加乐龄学习课程。然后这地区是在桃园市的中埔国小。另外也对他同住的家人展开采检。那采检的结果就发现了2个案例。那一个案是1113，那是一个他的小孩，那另外一个是1114，是血清阳性的妻子。机师的本身没有增加，就增加刚才2位，这个抗体阳性的家属2位。再来关心中油伫非洲的查德，有1个台湾员工26个时公休位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结果家属即马是指控讲公司无要求伊隔离，搁爱员工过转工做伙开会。中油讲会即马已经延到后个月，23个员工全部采检，即马有2个人去未着。中油伫非洲查德油厂开采的原油，去年底真车赢载转来台湾。不过最近有员工的家属控诉讲，1个台湾1个男性员工2例确诊。不过中油总公司毋但无要求伊爱隔离，甚至通知其他的员工日期爱集合开视讯会议。针对这点，中油回应讲，当地23个台湾1个员工已经全部做采检，卖加验血清抗体，日期验出第2个确诊。目前为止，我们有2位同仁确认检测是阳性的那整个隔离跟消毒的作业都持续在进行。那整体来讲，在今天呢，还会针对双抗体的检测再进行一次。总公司回回讲，当地总经理甲公司报告了后，就主动甲迄天的会议延到5月18。检验的结果出来了后，会搁看当地情形来做安排。当地公司内部嘛有落实防疫的规定。我想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相关的单位都要把我们公司里面相关群聚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然后例行防疫新生活，那这有必要把它隔离开来。过去1礼拜，全球注疫苗的人数大大增加当中，因为印度疫情野悬，当局宣布讲限制疫苗的出口，优先供应给国内来使用。因为安尼，印度疫苗厂原底4月份会当交予 COVAX 平台5000万吨的疫苗，这个计划全部拢乱去，连带全球疫苗分配供应链嘛受到影响。原来每个月要生产1.6亿的这样的一个疫苗，可能在现在的状况之下，可能减半。或可能只剩下1/3，因此输出到 COVAX 平台的疫苗供应链相对就减少。陈秀熙表示，美国各方生产法对生产疫苗的设备甲相关的物件做输出的管制，致使印度疫苗厂无法度摕到相关的原料，造成真侪靠 COVAX 平台的国家，亲像是非洲等等，拢无法度如期摕到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上山分局中仑派出所，进前有穿乌衫的走入去焊电脑，匹配叫大细声。派出所讲，当时停电，所以监视器无翕到画面。结果警察讲白贼，画面是互派出所的顶司抬掉的，所以正副所长即马拢互移送法办。警政署长陈家钦即马嘛讲重话，讲一定严办到底。内政部长徐国勇嘛以监督不周，甲上山分局长调职。
第一个时间，我们的严警没有逮捕现行犯，严正执法，我个人深表痛心。 一日穿乌衫的人，总日咧台北市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破坏电脑，案情大转变，互警政署长陈家庆讲重话，要求台北市警察局真实面对还原真相。佮指出，派出所的监录系统还原了，相关的嫌犯总共有10个人，分2批函办。所长甲副所长嘛分别互以纵横零犯，也佮严密证据法送法办。副所长跟所长有涉嫌湮灭证据跟纵犯人犯的部分，也一律 法办。分局长监督不周，也调整为内勤的职务。对于这个案子，警政署的态度非常的明确，就是不纵容、不包庇，有违法的一律严办。 派出所内底关键监视器画面头一个时间，洪讲因为停电无翕到，想袂到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27日台北市议会正式是互人抬掉。松山分局长嘛落台换做赖琴。规整事件监视放调，各位暗坎内政部长徐国勇指出，已经对警政署做3项指示，包括牵涉到刑事责任的警方，也个妨碍公务的少年人，拢要移送地检署侦办。佮强调无徇私包庇。分局的部分，他完全相信 中仑所长的讲法，他把它送还原，那事实上也还原了，然后他自行处分。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一件事：台北市警察局，我们包括我们的监视单位，并没有徇私包庇。分局长是因为升职这么快，是因为他女儿在你们的办公室？我想这些都不必要的政治联想。我相信，陈局长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是应该把这件事情先查清楚，然后如果中间有任何警纪的问题，也是他必须要去 扛起来的责任。负责督导台北市警察局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认为，这件事件打击警察的士气，嘛互台北市警察局的形象大落。佮表示建立人民信任的政府，需要用骨力当摧毁，敢若需要3秒钟。记者台北综合报道。来关心中信慈善基金会的董事长高仲亮，防指控牵涉红火案，官司拍真侪档啊。 1审的是伊互判9年的有期徒刑，2审加重判刑，判9年8个月。最高法院发回经审，经1审改判3年6个月，专案搁上诉，经2审判决是大平盘，即马伊改判无罪，专案也搁当上诉。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互人指控涉入红火案，官司拍到经2审28号公益下议庭是认定辜仲亮无符合金融控股公司法的共同背信者的罪名，立转判伊无罪。不过检方若是不服，会当上诉。那交易价格也是市场真实的供需所形成的，所以很难认定被告辜仲亮主观上他是具有利用股价落差图谋不法利益，或是 诱使或误导一般投资大众的意图。2006年爆发红火案，迄当时中信金要插旗照风金，辜仲亮甲中信金控过来主管，互人指控甲结果效卖予红火公司，造成中信金控受损超过1亿。这个官司拍了超过10年，1审辜仲亮是互人以证交法甲银行法者罪名判9年徒刑，2审加重判到9年8个月。 专案上诉到最高法院了后，是互人撤销判决，发回经审。原本辜仲亮咧经1审的时阵，认定是违反金控法，在调查当中有信任事证，嘛符合诉讼法规定，所以互人减刑，改判3年6个月徒刑。专案上诉到经2审了后，是拢判无罪。我们尊重司法判决，谢谢。 同一个案件被告中信金前主管张明田甲林湘西，嘛互人改判无罪。林湘西的委任律师是表示尊重判决。 另外，检方嘛袂当对中信金控来没收。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关心，中国企业最近接对台湾欧洲人才。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今仔日来讨论要修订营业秘密法，提出党法，包括商业间谍，也有替境外收集营业秘密者，上当会互判无期徒刑。严格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讲，即摆的法律，伊认为是已经真完备、真十全啊，所以引起立委的不满。 比特大陆进前爆出稳重中资身份，伫台湾高薪抢人才，引起外界关注。中资恶意抢人事件一直传出，经济部统计包括派人来台抢人，也是委托在台拿人头公司抢人，甲假外资、假台资在台成立公司来抢人，也是透过人力银行刊登中国会等高端样态。
这个中资涉及到不仅挖角，还窃取了营业秘密的话，那么确实我们目前营业秘密法的规定呢，也可以来由法务部调查局来予以侦办。阻止中国经济渗透台湾，行政院拍算修法应用。今是针对营业秘密法、国安法、两法人民条例，目前也无具体目标。朝野立委拢认为，即卖的营业秘密法性质强度不足，先提案精实。经济间谍条款针对替境外敌对势力搜集试探、交付也是传递营业秘密，相关求处无期徒刑。不过，王美花却认为法令已经完备，方积极驳回态度无共调。政府的敏感度怎么那么差？政府的效率怎么那么差？怎么会不知道要赶快完备所有的法制？法修在哪里？一个是执行面的问题，所以这两个面向呢，我们跨部会都有在讨论。法务部调查局统计，2013年到达营业秘密方偷提到境外51件，中国就占48件。立委强调，中国偷提台湾企业营业秘密，是爱看作国安危机，应该明确定义境外敌对势力，比照国安规范，提悬刑责罚金。这次修法有些版本拿掉。台商窃取机密在境外生产的要加重刑责条款，这个必须要保留到。你不能够用了坚决条款之后，反而在境外生产不被处分，你不能本末倒置啊！传出欧美有意开大钱补贴，邀请英特尔、台积电甲三星设厂。对此，王美花表示，台积电是为全球布局甲商业策略考量来做规划，先进制程犹原会以台湾为主要基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中要举行，咱台湾已经连续4档无受到邀请。传出对华政策下国议会联盟 IPAC， 甲美国参众2院有超过20个国会议员，即马是徛出来支持咱台湾，讲爱互咱台湾去参加。不过国台办是批评讲，民进党差这个议题是想要台湾独立。Call o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o invite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next month. If Taiwan is left out, we all suffer. It's time to let Taiwan help. 呼吁和台湾参加5月20日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成员超过200人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名制作影片，俄罗台湾是疫控疫情的全世界典范，包含英国前保守党党魁史密斯、澳洲、加拿大等11个国会议员拢发声，因为中国政府免将世界卫生健康问题政治化，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美国国会议员也连续伫推特标注，和台湾斗3天支持台湾参加 WHA。 I strongly support Taiwan's participation at the upcoming World Health Assembly. 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sit by and allow China excess influence on global organizations. I stand in support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这项推文活动由参众2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主席甲首席议员发起，已经有超过20个国会议员特别录影片，百位议员发文，也有至少20个国的外国国会议员拢表态支持台湾。对于国际支持台湾参加 WHA， 中国国台办批评这只是民进党当局追求独立的手段未成功。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 炒作世卫大会涉台问题这个谋独的伎俩不会得逞。外交部是表示，高度欢迎美国国会带全球民主国家的国会支持台湾参加 WHA， 也对参加各国国会议员表达诚心的谢意，也呼吁 WHO 应该赶紧邀请台湾参加今年的 WHA， 佮将台湾完整纳入 WHO 会议机制甲活动，落实和台湾斗3天的诉求。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新上任的代替局长杜美，和立委超出讲，10档前伊写的硕士论文就写代替爱企业化。立委即马是积极讲，伊10档前就知影哪会拢袂做。即马交通部已经有定出3年目标，要甲代替企业化。交通部长王国材讲，伊心目中的企业化就是国营公司化。 代替局长杜美正式上任代替局长了后，头一摆去立法院报告，面对立委问讲代替未来敢会公司化，伊是无直接回应。不过立委当场就提出杜美10年前写的硕士论文内底，杜美对代替政策的建议是讲了袂少，
内底写讲，实务上建议以车路一体模式来推动公司化。陆局长，你会支持你支持公司化吗？我的立场就是跟部长一样，这个需要做一个研议了哈。你应该早就研议过了吧？那杜局长的硕士论文底下，你的硕士论文里面你写的，你主张公司化，所以跟委员报告哈。而且这是为了拿学位用的。不，现在下来不。企业化跟公司化是差别在哪里？我觉得我心中的企业化就是国营公司化。交通部长王国材是明确表态，交通部设定代替3年来企业化，伊心目中的企业化，就等于是中华邮政模式的国营公司化。因若4月初2，德鲁固自强号事故了后，搁发生母塔站有施工人员走入去铁基路，交通部下令代替铁基路边的工程全部爱暂停了后，目前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还有劳动部铁道局3并来做调查，其中已经查到有33项的缺失。现在比较严重是在边坡上面的这些固定哈，就说这些边坡如果在表面要做一些处理哈，以防这个下移，那个整个边坡会一些滑落崩。复查完以后就马上复工哈，在5月15号以前，全部假如能复工的，在5月15号前要赶快复工。交通部表示，已经启动代替工地安全医护具体的作为，代替会建置石头落落铁基路警示的装置。2023年进前会完成25搭，山架防护的部分，清点有2台临轨工程边坡需要拍钢条护栏。另外，针对无人站工程的监管，会在5月底进行洽保全，监督厂商避免违规施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镜头来美国。美国的疫情有转好的趋势。美国嘛宣布讲，有做过完整2档新型冠状病毒预防针的人，出门去户外、去运动、去食饭，拢会使唔免挂喙罨。这项消息是美国疾病管制中心 CDC 对外宣布的。美国总统拜登嘛支持。听到美国疾管中心 CDC 上新的消息，完成新冠预防针注射的人，伫咧户外运动、食物件时阵，会使免挂喙罨，民众真欢喜。I am very excited that the mask guidelines for being outdoors are being loosened a little bit. Thank God. I'm so glad we don't have to wear masks when we're outside. CDC 27更新喙罨上新的指南。是因为目前全美国已经有超过1半的成年人至少做过1档预防针，超过1/3规个拢做好。这个消息可能互民众更加愿意去做。If you are fully vaccinated and want to attend a small outdoor gathering with people who are vaccinated and unvaccinated, or dine at an outdoor restaurant with friends from multiple households, the science shows if you are vaccinated, you can do so safely, unmasked. 规个拢做好是指做过辉瑞 BNT 或者是莫德纳第2档2礼拜了，或者是做过胶生一剂预防针2礼拜了。专家认为挂喙罨是控制病毒传播上有效的方法之一，因为病毒大部分拢伫咧室内传播。美国大家伫咧查讲，厝外是毋是要搁继续挂喙罨？ However, we continue to recommend masking in crowded outdoor settings and venues, such as packed stadiums and concerts. 全美国做过辉瑞 BNT、莫德纳至少1档，也有做过胶生1档预防针的人已经超过1亿4千万。美国顶礼拜确诊数降16%，是2月以来上大的半百。这项新的指南也得到总统拜登的支持。伊讲，做过预防针了，代表会当安心伫咧室内或者是厝外做更加侪代志。对还未做的人来讲，新的指南也是鼓励大家去做的上好的理由。记者综合报道。国际组织人权观察27日时公布一份上新的报告，讲以色列为着要维持犹太裔的主导地位，利用政府的公权力侵犯巴勒斯坦居民的人权大细目，已经犯种族隔离罪甲种族迫害罪。人权观察公布一份213页的研究报告，内容指出，以色列政府侵犯巴勒斯坦占领区居民的人权，已经构成种族隔离甲迫害罪。One government rules in effect over the area between the Jordan River and the Mediterranean Sea, methodically privileging one of the two groups of equal size that live in these areas, Jewish Israelis, while repressing
Palestinian. 报告指出，以色列征召这个地区唯一一个统治者，为着要维持犹太人主导的地位，甲国内阿拉伯族人的人口，政府利用采购计划一直在买土地，限制巴勒斯坦人敢若会当留伫人口较密集的所在，进行有系统性的压迫。We will use it to fight the system of apartheid and military Israeli occupation, and to demand international pressure on Israel to end this system of racial racism and apartheid. 不过，以色列外交部回回讲，这份报告的内容错误真济。有学者认为讲，这是国际组织长期以来一向宣扬的反犹太主义。This report is nothing more than a fabrication of fantasy, misstatement, and misrepresentation, which is fundamentally anti-Semitic because it's designed to delegitimize the Jewish state. 在海牙的国际领事法院，今年2月份裁定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有司法管辖权，代表接落来可能会以证证罪来调查以色列军方的行为。人权观察呼吁讲，国际刑事法院应该针对种族隔离、甲迫害等等的罪行立案来调查。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咱台湾有法度成功阻挡病毒控制疫情，喙癌的功劳上大。结果有人伫网络诈骗，讲 N95 的喙癌俗俗啊卖，结果有民众钱纳去了后，拢无收到货，才知影互骗去。警方调查发现，全台湾有超过50个受害者。网络平台买1000个 3M 的 N95 喙癌，民众当作买着安心锁是哄骗的开始。原来欠款伫平台卖喙癌的商品，讲伫咧大陆买1万外的喙癌有库存，民众买了后说无爱出柜，要求退钱嘛摕袂到。一来一往等了2-3个月，佫摕无货，民众才知影哄骗来报案。外卖的价格是100元，那目前我们查出的市价差不多是140元，差不多40块的那个价差。它有进货20个口罩。但是相较之下，我们警方新查出的那个被害民众的订单，差不多有上千个，所以是显然不符的。警方前往欠款租厝的所在找人，发现根本无喙癌。原来欠款拢是骗人的，伊用每一个喙癌比市面上俗40块来卖，以一个 3M N95 的喙癌大约140块来算，欠款一个卖100，大量来买还佫有算较俗。有民众一届订1000个，总计爱5万块，计小额甲平均一个只要50块，最后说变成是专案哄骗金额上悬的人。不会，我怕的是被人家骗。药局买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药局也是跟那个就是国家队这样子。嫌犯用这种手法2个月来骗超过50个人，受害民众全台湾拢有。为着防疫，要买高规格的喙癌说哄骗，药师私底下讲，市面上真侪代谢的 N95 喙癌价值无这么悬，赶快会当发挥着功效。若无想要哄骗，还是建议到实体店面去买。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人报道。今日4月28是国际工伤日，劳工团体去行政院外口开记者会，强调劳工职业灾害保险甲保护法虽然已经删除，也毋过上界关键的职业灾害保险的费率无调悬、无检讨，因无法度接受。劳动部是回应讲，法案实施第4档开始，就会依照精算的结果来调整。新法，不是道理。大声喊口号，工商协会顶真侪劳工团体自备到行政外口，针对劳工职业灾害保险甲保护法3读通过表达看法，认为这个法律通过是无数工伤者汇率的代价。不过也批评相关的职灾汇率问题3读了后，有关维持0.11%，未来如何滚动式检讨也无清楚，让人无法度接受。保护难为无米之炊，你要去设一个法，不用花钱吗？1.8%是韩国的，我们一直用0.21%，这中间差了几倍。工商团体认为，新法纳入职灾失能的中心。年金照顾，讲是予劳工的大底，不如讲是迟来20年的弥补。到场相关的 RCA 案的职灾劳工，市政府有关是无够。我们希望说这一次的职灾新法，对我们能够有保障，就是职灾医疗要终身保障。那最好能够溯及既往。我们现在诉求是这一点。如果说不能溯及既往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一剂好几万块钱的针。一个疗程要打6到8针，谁花得起？只能在那里等死。可是我们的医疗给付到底在哪里？
因为日本是国际工伤日，工伤团体除了追悼过去一案法令无周全所牺牲的劳动者，希望行政未来伫执行新法定权应加会接在劳工上未来滚动式检讨的时阵，应将因的意见纳入。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中捷运绿线4月2日正式通车。严格经济统计，开始收车钱了后，运量是比试营运的期间落54%。台中市的交通局表示，对坐免钱的改做爱收钱，这运量100面一定会降的，会来讨论对策想办法来省人客。透早9点进出市府站的民众并无多，上到试营运期间出现足大的落差。台中市捷运绿线伫咧4月25号正式通车，但是开始收费了后，有民众无想要开钱坐，甘愿继续坐公车，使用10公里免费的优惠。当然是公车免费比较优惠啊。我到中山医院，他会坐到大庆火车站，那我要再走回来，其实是有一大段路。我以便利性为主。虽然嘛收袂少民众愿意开钱来坐捷运，但是根据台中市捷运公司的统计，捷运绿线7营运的期间，来坐车的总人次2137074个人，平均每天有71235个人，比预估的51000人搁较悬。但是正式通车当天加上隔天，2天的运量煞下降了54%。台中市交通局表示，会甲中捷公司讨论提升运量的方案。当然，第一天的礼拜1、礼拜2，事实上运量大概都在28000左右这样上下的运量哦。我想这个部分，第一个。运量部分，我们后续还是会跟中捷公司来讨论有没有其他的这些相关的方案，我们可以来这个激励民众可以多多搭乘捷运。如果搭乘率下降那么明显，我们势必要先把运量能够做有效的增加，再来看看财务怎么样来做平衡。我觉得可以利用跟我们其他公共运输的接驳转乘的优惠哈，看能不能更明显，可以吸引一些。全程都使用公共运输的人，交通学者认为，捷运营运初期运量敢会使提升，相当的重要。除了要吸引习惯使用大众运输的族群，嘛要有够的诱因，让使用汽机车的民众会使改变习惯来坐捷运。另外，进前车身长期赔偿问题，目前台中市政府嘛已经咧整理数据，包括前3个月的票价收入、服务事业、广告契约等营运损失，等待相关的金额确定了后。会向台北市政府要求赔偿。记者台中综合报道。通园观音海岸长期防头排垃圾水、涂抹仔水，环保局稽查几若摆啊，已经开罚单要求停工移送法办，结果27日时过去稽查，发现并无改善。当地居民即马较烦恼海草搭会受到破坏。桃园观音区北角海岸大骨溪水尾出现侪侪成分不明的阿摩托水，海草搭甲海沙布嘛看规沿的阿摩托。在地民众看到生态风破坏是感觉真艰苦，因认为应该爱随处理这个成分不明的阿摩托，才袂向南平统迄甲第3天然气接收站大潭海草搭，甲关心海草搭野生动物保护区。吓死人了！他们都想里面整个都把海河口啊，都覆盖在2/3以上了，而且这泥都黑麻麻，这泥如果覆盖在藻礁上面，藻礁没办法行光活动，就会清掉，那些生物根本没办法活命。环保局表示，2018年就掌握北控事业这间公司违法的代志，过2年移送法办，顶一日佫当场遭到业者，甲侪成分不明阿摩托水落落大骨溪出海口，去向停工罚款，嘛移送检调侦办。环境保护警察队27联合去稽查，佫查到现场囤真侪成分不明的土，也佫有甲废弃物揽做伙的物件，涉及违反废弃物清理法。他们一直都有能力，就是死了之后再复活哈。因为实际上呢，也不只是北矿，再往北的草踏区那一带也有几个砂石场是类似的状况。环保团体估计，沙石场附近2公里的范围受到成分不明垃圾土的影响，强调海草搭是有真侪空旷的环境，这个空若是去有侪垃圾土塌掉的，细只的动物就无储藏好大，会直接冲击到生态。环团建议讲，海流会到位的所在，这个垃圾土会当互海流冲走。若海流冲袂到位的所在，就要人工来清理。不过，将基尾要是爱彻底来阻挡污染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屏东雾台乡的下游溪是热门的景点，假日的时拢会出现人阵。顶一日有6个游客坐接送的巴士，结果并车游客受伤，佫要家己叫救护车落山，互因真火大。箱仔车冰倒伫涂骹，游客赶紧想要对车内底走出来。2月3号下晡1点外，
屏东雾台乡南名游客结束海游戏行程，准备要回去，想要到伫温泉区要甲其他的车会车的时阵，因坐车线冲向山壁并车过去。我们吓死了啊！因为车子在冒烟，司机没有熄火啊，车轮一直在转，然后一直在冒烟，车身又高，我们根本爬不上去。我们在车子里面喊：“快点，车子冒烟了，赶快出去，赶快！”问题我们爬不出去。车顶6名游客全拢受伤，有人甚至拢破头，煞伫现场等要1点钟才互送去入口的所在。搁搭伫坐救护车落山就医，全程拢无人陪。游客认为主办单位雾台乡公所应该要检讨救护的流程。或许在程序上有一些不够细致、不够贴心的部分，确实是要做这个改进。雾台乡长伫假头前向游客回失礼，但海游戏的旅游纠纷真也未少，3月才出现超收游客，造成车真歹等，旅游品质变歹等问题，即马阁出现意外事故。县政府表示要甲公所做全面的检讨。整个的活动到4月30号就会截止，那后续的4月30号一直到年底这一段期间呢，我们就今年所产生的一些，不管是在订票以及后续的有类似的这样的突发状况，我们会集体的检讨。甚至说把它变成一个模拟的情境的分析。教育处表示，未将海游戏管理权收回来家己管，但会成立专门小组，辅导公所甲当地部落，负责协商并规划实地演练，来加强管理单位甲人员的训练，互因会当应付所有的状况。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花莲市立殡仪馆清扫问题已经讨论真久啊！这个月初，代替道路区摆马，造成严重的伤亡，出现大量的遗体。风车讲，连并遗体的冰柜拢无够，民众即马是望讲会当做一届讨论场所，也有设备无够的问题。这是位于花莲市区靠北边海边的市立殡仪馆。民国60年兴建了后，真侪摆和殡仪讨论敢是爱搬煞，尤其是伫控诉控制代替太鲁国号发生事故了后，大量遗体送至，听讲第一时间场地甲冰柜拢有无够用的情况。像0402这种突发事变的这种重大事变之后，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花莲市殡仪馆它是。实际上，它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做负荷。目前的场馆的这个腹地跟用量其实是真的很不足。管理单位花莲市公所表示，市立殡仪馆平常一天有3位亡者进驻，控制迄天是特殊大量尸体送来馆区，作业上难免有挂客，也毋过为冰存遗体甲公祭一切圆满，并无够使用的情况。家属来治丧呢，就是有39个，那我们准备的冰柜呢，总共有40个，所以以目前一并分流之后，跟现在的状况呢，每个月的使用状况都是足够的。花莲市立殡仪馆目前拢总处理北区5个乡镇的殡葬事宜，要刷启动会。县府民政局表示，会成立小组甲在地民众沟通，目前无法度对外公布，也毋过希望会当做到意愿化的殡葬园区。记者综合报道。咱镜头来云林口湖大珠渔港，若拄着大楼港喙码头拢会淹起，影响渔民的出入。若是着大雨，水位涨悬，庄仔头内底的水嘛排袂出去，会积水。所以云林县政府即马打算要开1600万做改善工程。云林口湖大渔港西边爆发的长度差不多是243公尺长，不过因为这个渔港的爆发悬度无够，便若拄着大楼的时阵，海涌就会搬过码头。清在互渔民感觉真无方便，嘛增加危险性。当地渔民讲，加上这几年有电缆的工程，造成港口彻底的损失这个真严重，船仔要出入嘛真无利便。条线要怎站长无连接，船仔规条线要怎走入航道内底？会塌的原因就是安尼，会遮严重堵死的这个问题。村民讲，大雅村的抽水站因为排水系统也无真周至，便若拄着大雨，庄仔头的水无法度随排出去，水就会积伫咧遐袂退。为着要解决水清在因过爆发，庄仔头的淹水，还佫有船仔的路线会积沙的问题，云林县政府编16万，要先甲爆发起号较悬，卖处理抽水站扩建的工程。在西堤、北堤，它就是湖岸比较低，所以会海岸会拍进来，然后渔民在靠岸的时候也不安全。然后我们也做相关的规划，总经费是1600多万，我们分2期，第一期已经争取经费，在近期会做相关的一个后续的设计、发包施工的。水利处表示，天后发包的作业完成了后，按算用120天的工作日来改善第一渔港地楼的时阵，海水会搬过爆发的问题。
也若针对港口准海路线会积疏的问题，目前已经为台电遐争取1000万的经费，希望会当来解决准海停休甲出入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IKEA 敦北店已经收起来啊！即马全新的地屋店伫今仔日开播，吸引真侪民众去踅卖场去交关。也毋过因为即个所在古中路真侪大卖场，伫假日时休困时啊，普通时啊就真够塞车，而且塞甲真食力。交通部表示，因会提出交通延迟计划。经典纳色的建筑物IKEA内屋店自备开幕。开幕的头一天，就吸引侪人阵排队要入来踅，体验真快买家具的购物中心。这样当然就是比较方便了。要什么都一起买就好了。听说卖场很大，看看吃的地方啊。会不会觉得这个交通很塞？哦，那一定的啊，那免不了的啦，一定会塞。IKEA 董事长林书道强调讲，内屋店是以环保为经营的方向。高文地嘛希望会当推动共享经济，提出社会主体结合做家具的想法。不过内湖古庄路这块地啊，一直是卖场一级的战区，除了 IKEA 还有 Costco 加入户顶顶，几啊间大卖场变啊到休困日，就会当看到排队排到落长的车阵，等要入去卖场，连市长高文地都开始在烦恼。我很担心内湖的交通啊，会不会因为这个店呢开幕以后？一定会很多人来看的。未来我们希望引导车辆呢，要从新湖2路的部分转行爱路，再转新湖1路，再进到我们的停车场部分。那我们目前停车场的话，会有540个停车位，然后232个机车车位。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表示，针对新的卖场开幕，交通局会做好交通延迟的计划。IKEA嘛配合疏导车流，因为已经无咧营业的敦北店，嘛配合提供专用车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中教育国考，伫5月15、16这2天要举行。今年的防疫措施甲旧年同款，爱磅体温，考试专程爱挂喙罨，而且无开放家长陪考。台北市伫下早进行模拟演练，其中英文听力测验恢复考试，考试的时会关窗仔门，以持公平性。戴证件，戴口罩，量体温。考生分流入考场，无挂喙罨的去报领，体温上悬，若让无通过，爱去预备试场。今早起，台北市教育局伫中仑高中进行各种教育会考，模拟疫情演练。注意冷气，敢有病吹，四角的窗仔门也爱开5公分至10公分，门也着爱关起来。不过今年有开放英语听力测验，若准考试的时阵，也着爱甲窗仔门关起来。现场的监考人员也拢详细地做笔记。提醒学生用餐的时候不可交谈。学生的中昼顿要安怎处理呢？大部分的国中拢是替学生囡仔订便当，互考生伫咧本地市场内面用餐。学生之间会有隔放，保持社交距离。食饭期间也袂当讲话。因为统一的时候呢，这个品质上比较有管制，比较好。过去有经验，就是学生在中午出去之后再进来的时候，温度反而变高了，所以我们非常的建议，就是孩子就是留在校园内，不要出去。除了演练，教育局表示，5月15考试进前，若准有自主健康管理考生，爱伫5月初9进前申请，看是要补考，也是到备用试场考试。每一个考场大概至少会有备用第2类的4间的这个市场，那每一间的市场最多只有安排5个人。若准考试进前含考试期间，当日居家隔离或者是检疫的考生，会由全国市务会通知唔通来考试，去参加5月29、30的补考。入学会采用外加名额，袂影响到其他考生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65岁以上的老大人，每12个人内底就有1个人会得到失智症。失智症的人口哪来哪济？屏东即马有一个特殊失智症生活体验空间，要互民众体验患者的感受。就请为阿公开始进入你们的一天生活。参加体验的民众行入门，即马每一个人拢是5岁木阿公。乌鸭暗的路，4颗围仔的玻璃拢是阿公的心内话。我是啥人？这个人为什么对我这好？刷落来是阿公的日常生活。尝试进入失智症者，他可能生活当中他的一些他的困扰、他的认知障碍带来他的不便，以及他心理上面的感受。
阿公的房间你熟悉无？每一个边角会当听到伊细细念的声。明明查某囝交代莫黑白走，阿公要是出门想要买物件，这时阵爱挂这种特殊的目镜甲手镯啊，双手的三个指头啊拢有塑胶片，体验失智老人因的手会较无感觉，目睭嘛看袂清楚。完全看不到。我目睭灰灰灰，遐人啊内底字，我一字都看无。我足认真看，啊，搁抄迄电话下骹去看，搁看无。挂目镜手镯啊，是超市伫限定时间内买好所有的物件，其实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大家前往柜台结账。徛伫柜台前，有人连皮包仔的钱拢摕袂出来，规气用倒的。阿公的生活，体验的民众拢感觉紧张、烦恼，阁有无奈。我们对失智症的宣导上面很多都是从知识跟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失智症的这个症状也好啦，他们的行为也好，照顾的困难，但是我们比较少有机会能够就是换上他的鞋，成为他生活的经历他生活一部分。会当用上简单的方式，先去甲同理。先去甲了解讲，其实阮是大人伫厝的时阵，也是讲伊真正有失智症的时阵，伊的感受是啥物？体验好的感觉，伫这个社会，就需要咱来甲斗相共，特别是迄个已经较长者的人。屏东基督教病院打造这个空间，民众毋但体验，嘛透过分享甲讨论，甲情绪转换做正面改变的力量。不管是民众，也是照顾失智患者的人，加一寡同理心，就会当互失大人更较好的照顾甲陪伴。记者陈亚文为做屏东报道。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最近互发现一只保育类的猫头鸟仔囝，那亲像咧学飞的时无细字写入涂骹，所以直接伫草坡拄久，看起来模样是真古锥。经过检查，家仔无受伤。博物馆的人员是赶紧甲抱起伫树仔顶的鸟仔收，互伊转去妈妈的身躯边。好可爱哟！跋伫咧草地摇头的模样，互人看到直直画真古锥。这罕见的生物出现伫咧园区，也引起官方的注意。这几天，台南山上的花园水稻博物馆，有人发现出现一只特别的生物。经过官方的确认，原来是一只保育类的鸟头鸟仔囝。首先是有游客发现到，心跳小宝宝，它就是在地上，然后看起来好像是在睡觉的样子。那野鸟协会通知我们，就是如果它没有受伤的话，我们就是把它放回就近的树洞去。我都讲叫你条小迄个，有你意思话上飞落，然后忽然间讲有叫安尼，迄个就对。有出来一个草原安尼，你送啊就对。啊，算讲要来，要来看嘛就嘿。其实旧年才嘛捌出现过鸟头鸟仔囝，今年搁再出现。官方问过台南市野生动物保育协会，经过观察，这只鸟仔囝尾溜的羽毛也袂发，搁再加上身躯顶的毛也搁是白色，研判应该是咧学飞的时阵无细字拔落来。经过协会建议，先甲鸟头鸟仔囝安置伫咧园区内底，官方也协助甲伊放转去树洞内底收。1到2周不等的时间，它的飞行能力比较差。那有时候就是因为一些高低差，因为人为环境里面，所以呢，它就会裸露在一些空旷的地域，然后被大家发现。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给它尽量的不要干扰，然后让它由这个妈妈来带领它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占地真宽，有古迹也有丰富的生态，包括鸟头鸟、粉鸟鹰等等的鸟仔类拢捌出现过。另外，协会也提醒，虽然这种鸟头鸟生做真古锥，不过伊属于保育类，民众千万唔通大主大意，家己掠来饲，若无相关会当罚到30万台票。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新竹，新竹市的中和宫是一间有280年历史的妈祖庙。传说内底讲内底镇殿的妈祖头壳顶有一撮妈祖真身林木娘的头毛，而且妈祖真爱水，头毛若无洗就无要出巡。轻脚洗手，把妈祖的帽仔摕落来，会使看到真济头章。根据史料记载，有280档历史的新竹中和宫内底这身妈祖身上的头章，来自妈祖真身，全世界独一无二。较早就是大陆伊这个论文报道加来，就是研究报告起来，就是讲咱
目前有3村大马、二马、三马，唯一即摆仅存的就是咱即阵三马、正三马，有头毛就是咱中和宫安尼。八来二楼，庙方阁保存真济文物，包括妈祖当年来台湾的时阵所在len桥啊、甲香条，每一件拢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乾隆年代的时阵乾隆7年前，坐庞尊哦，妈祖坐即阵叫用庞尊，来甲咱台湾德参哦新建，这中和宫去。因为自从时咱这北门过吼，这德参哦才是非常繁华的所在，所以真侪高雄拢。行船的这个安全吼，所以为大陆专程请即阵湄洲祖庙这3马，来甲咱新店。中和宫起在古早新店北门城楼外口，所以外界拢甲这号做外妈祖庙。民国74年，经过内政部指定，国家3级古迹，透过文物，民众嘛通更加了解过去的历史。记者刘君和新店报道。买衫敢一定就爱买新衫？即马衫裤的成本真低，要爱少亏，无介意就当买新的。也毋过无形中卖制作真侪本数。即马伫台中后里着洗衫店，甲台北大学的团队伫提倡讲，后一领衫无一定是爱新衫，循环再利用，卖使穿甲水当当，穿甲拍哩拍哩。下午10点，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咱来看少年家咧变啥梦。你看阿公啦，小姐。伫孙的指导之下，阿公阿嬷伫镜头前徛姿势。阿公，即个换皮衫底帽啊，画面中的主角都是台湾年纪上大的网青、网吉和秀娥。因所穿的复古衫裤是经营洗衫店70年来人客数无早走的衫裤。伫台中后里的洗衫店，去年6月才成立社群口座。到单已经吸引65万买众追踪，帮衬庆红的主要人物都是2个人的孙张瑞虎。阮是为这个洗衫店无人摕的衫开始做起的，但是阮发现到这个问题，其实不止干那阮兜，甚至讲全世界，像日本、香港、美国、意大利，拢有这个问题。洗衫店第3代张瑞虎发觉，全世界洗衫店拢有旧衫伤济塌伫遐的问题，所以伊展开重新定义无主计划。3月初网站正式开始。第一批活动甲台北时装周合作，几60个有名人穿家己的旧衫义卖。未来张水虎计划要将洗衫店的旧衫上架，和有需要的人买回去。阿姨你好，我是来收衣服的。好哟，那就交给你了。同款提倡循环市场的，还有这阵台北大学生团队23，因发起衫橱革命，提供到厝收寄出来的衫，经过消毒重新上架。后民众买种寄出来的衫，不是专精的商品。我很高兴，现在有一个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理念的23平台，不只让二手衣物有更加方便、更加环保的处理管道。创业这件事情可以做很长久，但是23的话，它应该会是一个算是阶段性目标，就是而且是一个我们4个人都非常希望可以成功的阶段性目标。23甲万秀洗衫店，互大家看到二手衫裤有更加侪可能性。唔免买新衫，买当穿甲拍哩拍哩，循环时尚买当真简单。记者吕亚军、黄文良台北台中报道。今年美国奥斯卡最佳影片得奖的是《游牧人生》这支电影，这唔那是电影，嘛是美国真正的社会现象。生活当中有愈来愈侪美国人甲录影车当作厝，因的生活生啥款来听因的心声。You are one of those lucky people that can travel anywhere. Yes, ma'am, I know. And they sometimes call you nomads. 得到奥斯卡最佳影片顶3项大奖的《游牧人生》，明明是讲流浪的女人带伫咧露营车四处做难三工，也自游牧生活找到人活着的意义。在咧现实生活中，美国确实有一群人是安尼先过日子，像今年56岁沃戴尔，甲电影内面的女主角分工做有正同。Like my life was just starting to fall apart. My career, marriage, my mom's illness and eventual passing last March. So I was kind of stuck in a situation at work, and things weren't great. And I knew I was trapped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but there was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沃戴尔并无孤单，即天伊参加全美国游牧妇女俱乐部的活动，
到马里兰州一个营地，甲其他年纪甲伊差不多的女人交流，大家分享彼此的人生经验。因为会员有到2300人。We're more of a family group. We're more of, I mean, when you're a full timer. And you go to all these different campgrounds, you're going to meet people and you're going to say goodbye. So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sorrow, there's going to be happiness, 电影《游牧人生》内面有这个场景。There's no final goodbye. I've met hundreds of people out here, and they don't ever say a final goodbye. Let's just say I'll see you down the road. 这阵用车做厝的人，有的是经济上弱势女性，特别是因失去另外一半无头路、无厝时阵，才会选择行游牧人生这条路。严古人讲，伊游玩会当活了真快乐、真满足，因为因活了有尊严。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天气报你知，下半部的天气变化，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22度，上悬25度。中部温度上低24度，上悬27度。南部温度上低26度，上悬30度。东部温度上低24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是19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柯雄竹，祝亲顺心，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